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互咱搁再有安尼稳定，咱每礼拜拢会当来敬拜伊，用诗歌来学乐伊，嘛求主今日会当拍开咱每一兄弟姊妹，咱拢有一个受教的耳孔，来通过伊的话语的教示，会当得到上帝伊美好的稳定，搁再一处理咱的每一个人兄弟姊妹的当中吼。顶礼拜聚会煞甲一寡兄弟姊妹咧交谈的时阵后来咱的即个素玉姊妹甲伊的查某囝杰西佮琪琪同齐要甲牧师讲一件代志。我讲有啥物代志我以为是杰西要结婚啦毋是啦，无啦，毋捌插我伤紧，但是佫有比这佫较好的啦伊讲因兜我顶摆有讲因兜有3仙嘛嘛毋知影讲迄个杰西的面貌是毋是会当正经照伊所面貌的啦顶礼拜听到讲所有姊妹甲牧师讲，因翁婿因头家讲答应讲甲迄3仙请走处理完啦处理掉安尼我听了呢，我甲因讲这代志估计叫做非同小可呢人讲的话有时讲嘛会反悔咧我讲安尼我听的毋是一手消息咧二手的，我还佫 double check 啦所以我请所有姊妹佫杰西因分别佫甲因翁婿还是因爸爸确定这件代志后来会当两个佫共同因家庭3个人来确认这个代志，因是确定要安尼做了后呢，咱才来安排去甲因兜会当互这个家庭会当俩主做大，主要所基督诚做一家之主毋茫讲这代志未来无偌久就会共同会当安尼来完成了后这个家庭的献予上帝咱请兄弟姊妹，咱大家为这个家庭来祈祷。因兜大的无远啦，你邦桥啦应该是什么公福桥什么华冈桥，过去就无通就到顶回兄弟姊妹有甲牧师回应讲好，后回要去因兜探访的时阵，大家要去设施怎有安尼安排的时阵，如果兄弟姊妹时间会拄好，咱会当来共同来服侍主来为主做见证咱会扶持大家来为这安尼来祈祷毋望主来为咱开路毋望因根归有上帝上帝定会当临到这个家我因为安尼呢今日就要甲大家兄弟姊妹我就思想到这个经文约书亚呢伊接续这个摩西伊带领着以色列人进入这个迦南美地了后呢，经过几啊冬的这个征战了后约书亚分地或这个12个支派，因陆陆续续呢伫迄个所在徛起总是时间叫做催人老啦催人老，咱人总是一天一天日子过过。约书亚带领着以色列百姓呢到了伊的这个晚年年岁到因年老伫这个约书亚23章迄个所在呢，伊就调集遮一寡以色列百姓呢因就伫约书亚的头前因听约书亚一个老人咧讲上帝安怎应允咱这个民族如今来到这个所在徛起。约书亚甲因讲，恁就爱听上帝的话过来呢佫甲提醒讲，袂使去拜别个偶像，因为因去到迄迦南迄个所在嘛，真侪偶像拄则要聚会进前咱的指挥建筑老师佫二叔甲我讲，因昨为了咱大喜堂要服侍咱整个的这个华严堂的这个圣乐营去安尼去头一昨去安尼去走一工甲牧师讲真侪有一寡问题，可能迄个所在无适合，但是伊讲了一点四界遐拢全庙，其实毋是干那遐，台湾四界拢全庙啦去到中南部去到庄脚。愈看愈大间啦，有诶毋是站楼，边站楼诶拢有呢。我有2年伫即个宜兰咧服侍诶时阵见解即安尼去宜兰诶路程
尤其啊，我行迄海边仔的时阵啊，遐个庙吼，哦，敢若红宫安尼遐大片安尼吼。所以呢，四界拢全庙，台湾四界拢全庙啦吼。基督教吼，咧台湾才有3-4千间尔。你即个台湾的庙吼，几啊万间呢？有诶因兜嘛是庙呢吼。所以今日兄弟姊妹，咱今日通过即段经文的咱的思想，既然咱要信主，咱嘛已经信主啊，咱安怎来伫即个信仰当中，好啊来跟对咱的上帝，来敬拜咱的上帝，来倚靠咱的上帝吼。约书亚呢，伊甲伊的百姓讲吼。爱听上帝的话，袂使去拜别的偶像，爱独专一、专心来倚靠咱的上帝。这是头前23章。到了上尾章的约书亚记，上尾章的这个所在呢，咱今日用的是14节到18节，但头前伊就安尼讲，伊讲我即马要行这个世间人啊，拢要行的路。约书亚伊也知影伊应该无偌久啊啦，是你也无偌久啊，所以总是讲咱即个俗语话咧讲啦，人之将亡，其言也善。你也知影，你时间到啊，咱不管你即世人做好做歹歹人嘛变好人啊良心发现啦当然约书亚毋是歹人，约书亚是好人啊。不止良心发现，伊甲伊一生的信仰，伊的坚持。你人生的最后坎站最后的坎站，伊个非常的安尼有即个疼心甲伊的百姓甲伊上帝交互伊的遮以色列百姓甲因讲，伊到了24章头前遮呢，伊讲不可离开上帝，袂使离开上帝，袂使离开上帝。所以伊召集以色列百姓伫即个示剑迄个所在啊，你个所在呢伊就甲即个过去，咱的主呢，上帝安怎咧因伫埃及受苦受难的迄个时阵，安怎带领着因脱离苦海出埃及过红海出埃及呢？到了上帝要应允的即个迦南美地，当然因中亚哩即个旷野流浪40年，迄是因家己信心无够但是总是约书亚呢，安尼甲因讲过去。咱是安怎得到上帝的救恩？讲煞呢，就是今日的这个经文啦。今日这个经文我分做3部分来讲。第一部分伊讲到安怎？伊讲除去偶像的教示。所以约书亚你这段经文，伊这个年老的时阵，对着以色列百姓安尼讲爱做一件代志，爱除去偶像伊安尼的教示。咱信主，敢若讲咱会信主就好。咱听，咱相信就好。但是呢，咱不只爱听，不只爱信，咱也爱行出咱的信仰。安怎行出咱的信仰？有咱内面，嘛有咱外面的。今日咱通过这段经文，咱的思想，尤其咱拄仔讲，咱这个属肉姊妹因兜未来有这个要除去偶像的这个代志，这是外表一个行为重视这个外表还佫有内面。重要的是咱人的内面，外表是一个形式。如果咱的内面也无安尼，甲咱的外口一致的时阵，迄个外表是无效的。所以咱今日通过这个经文，咱的思想，约书亚安怎来教示以色列百姓爱除去偶像除去偶像要从啥？毋是讲咱来信主咱来倚靠主这是绝对，这嘛一定爱但是伊个更加讲，爱来安怎？爱来服侍上帝，除去偶像，伊安尼教示目的是要从啥？咱爱来服侍上帝。所以呢，大家记喺新约圣经内底有一个即个彼得嘅丈夫，迄敢叫丈夫？因某嘅妈妈叫啥？丈夫啦好，伊一届伊拄着入病对无？大家知影无咧？应该马可福音头前呀。结果呢，耶稣去甲因兜，甲医治呢，马上因的丈夫人好起来。你敢知影伊好起来了安怎？马上去服侍耶稣。所以信主，咱也有迄个，因为得到上帝咱
稳定的时阵会迄个回应，哦，亲像彼得的丈夫，哦，所以约书亚伫这所在，伊讲拄起五伤，要来服侍上主，要来服侍咱的主，哦，爱这段14节的经文当中呢，吼，有3句话我甲伊揪出来，哦，伊讲打即嘛，现在伊嘛，伊嘛是啥？啊，伊嘛，伊嘛是，伊嘛是好，好，好来，刘文老师知啦吼，来，伊讲即嘛打呢，恁着敬畏上主，打，为虾米讲打？啊，过去有啊无？啊，未来有啊无？会继续无？重点是即嘛，过去有无拢过去啊？有上好，有保持无？啊，无的时阵打安怎？啊，打煞爱阁继续呢吼。伊讲打，恁着敬畏上主，伊提醒以色列百姓，啊有一个敬畏的心。哦，经言嘛，甲安尼讲，伊讲啊，敬畏上帝啊，就是智慧的，吼，开头，吼，所以恁着爱敬畏上帝，安怎敬畏？哦，伊才有讲爱这个打啦吼。第二就是诚心实意，诚心实意。我讲第三届诚心实意，啊，顶解你看公司一个导游伯啊，伊甲人安尼做教台语，讲，伊讲爱念3届，啊，诚心实意有标准啊无？信义老师，台语有标准无？有好，安尼嘛有标准嘛爱念3届，爱诚心实意，安来从啥？爱来服侍伊，这个伊是啥人？就是上主上帝啊！哦，听咱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拄仔讲要听五伤，爱内底嘛爱安尼配合，什么安怎配合？咱爱诚心实意，愿意来信伊，来跟缀伊，来服侍伊。哦，所以呢，咱以后会当用这个圣经比这个丈夫来做比例，以后咱台语堂嘛会当用这个这个杰西的妈妈来做比如，因兜听五伤以后，马上专家咧服侍主呢。哦，咱继续看。啊，这句话安怎讲？讲将恁的列祖伫这个幼发拉底河哦。幼发拉底河好。迄边甲伫这个埃及服侍的新民安怎？拄去拄掉，吼，啊，过来安怎讲？来服侍上主，哦，敢若即节的经文就讲2届爱安怎服侍啊啦？服侍啥？服侍主啊，哦，所以重点是服侍主。啊，为什么要服侍主？知影爱服侍主，因为咱得到救恩，哦，得到救恩。所以今日即节第一点，甲大家分享是讲，约书亚伊教示以色列百姓，伊将来无去的时阵，离开地上的时阵，只以色列百姓会变安怎，咱毋知，但是伊望讲因大家继续伫即个信仰内底，哦，所以爱拄起五伤。我拄仔讲，五伤，以色列百姓因可能无即个外形的五伤，但是咱人的内心有五伤无？啥物是五伤？毋是讲一身两身，迄身毋身。你的红仔飘嘛是五伤呢？我讲的红仔飘，毋是真正是迄五伤，是咱迄个money 的迄个红仔飘，对无？迄嘛是你的五伤呢？哦，你的后生查某囝嘛，可能是你的五伤呢。哦，你的总经理、董事长的即个名称嘛，可能是你的五伤呢。这五伤是到处拢充满呢。无定你爱食的迄个好物，嘛是五伤呢。哦，乌龙拉面嘛是五伤呢。斯基亚基嘛是五伤呢。你啊所介意的超过你爱上帝的心，迄就是你的五伤。哦，所以约书亚教示讲爱甲遮的五伤除掉，爱来服侍上帝。所以安尼讲，第二呢，你即个今日即个后壁的经文，
15节呢，甲15节啦吼，15节伊安怎？15节讲，若是恁若是恁无爱服侍上主呢，今日恁着经恁爱要服侍的，看是恁伫列祖伫幼发六底河吼，幼发六底河迄边所服侍的神明，也是恁徛起伫即个地的阿摩利人的神明。论到我呢，甲我的家呢，阮决断要服侍上主。哦，你伫第二段当中，你即段经文当中，约书亚伊拄啊头前讲，伊头前教示伊即个百姓爱除去偶像。啊，你即个经文当中，伊叫百姓爱有一个安怎标明？爱有一个选择。上帝真正疼咱世间人呢。你创世纪的时阵，上帝互咱人留自由的意志。上帝交代讲即个伊殿园内底有即个生命树，嘛有即个分别善恶的树，啥物的物件拢会当食。独即个分别善恶的树呢，你袂使慢去食食了你会安怎？你就害但是总是上帝安尼交代，咱人总是会软弱尤其受到威胁受到陷害，受到安尼甲咱即个罪会甲咱影响了，咱人就会犯罪但是上帝伊会当互咱有气力咱会当来挖过迄个时阵赢过迄个罪恶，换见个黑暗所以今日约书亚无强迫，伊问来到伊面头前，或者的以色列百姓讲。恁表明一下，若是恁无爱服侍上帝，牧师今日照着约书亚的话啦，问一下咱大家等下兄弟姊妹，恁有爱服侍上帝无？有见解问拢肯定的，做出来毋知有肯定无妈妈是肯定的啦安尼叫做表里一致口心会当安尼真正嘴讲的就是心所想的啦所以呢，以色列百姓伫即个约书亚的面头前，约书亚就问伊讲：若是恁无爱服侍上帝，若是就是是啊，毋是毋知来，今日呢，恁就经恁爱要服侍的所以约书亚互因有自由的选择，敢若咱的上帝共款伊甲即个自由权互咱，但是你爱做决定。所以呢，约书亚呢，伊安怎？伊叫以色列来百姓家己表明，伊要表明即个同时不管因会表明回答是 yes or no， 袂啊袂，好啊袂好，总是伫即个所在，咱拄有看到，约书亚伊家己表明伊的心志伊家己表明伊的心志伊讲恁若是好，即个自由权。选择权伫每个百姓手中、心中恁着紧阮后生昨在阮太太师母呢去菜市仔买菜，翕真侪相有离即个怎么样？柑仔打进前的，有迄鸡肉打进前的，有迄落什么猪肉打进前的，有什么菜我讲袂出来，什么菜进前的师母我毋知买啥物啦，因为我要转到厝啦昨转到阮兜暗时食啥，我就知影伊买啥物总是紧有人讲即堆50、100足俗的买回去有的是歹，有的是烂的，有的是臭的即堆较贵可能买袂落去。不管是安怎兄弟姊妹，你去菜市仔拢是买品质好，还是买俗个大碗性价比高的是啥物？还是讲营养卫生的还是安怎？我毋知。兄弟姊妹，你家己安怎拣呢？咱的生活你的期待你的品质你的方向，每个人无共款。敢咱穿衫，我拄要行迄阵，伊我看到咱一个姊妹，莫讲倒一个姊妹，我讲今日来穿遮水，伊讲伊逐礼拜拢穿遮水我都无注意其实每一个兄弟拢真水啦水毋是讲外口穿插水也歹，咱内心水，人就水来，今日约书亚讲，恁着紧，兄弟姊妹共款，你的心中是紧选啥物
敢若阿伯拉罕甲罗德，因一个即个杰啊，甲即个迪拉，哦，因上帝引带，哦，后来因愈来愈丰富啊，哦，患难斗阵，敢若较容易啦，吼，啊，当然富裕了，人的心就安尼走进去吼，啊，要分家呢，啊，分家，哇，即个罗德就，这个做杰个真即个大度吼，啊，真有即个宽容的心，互迪拉先敬，罗德敬啥物？敬迄个平原，哇，迄个所在草真多，饲养一定真大只真肥吼。啊，安怎哦？迄大城市呢吼，哦，啊，伊就慢慢啊吼，挪伊的帐篷，走到索多玛、俄摩拉遐个所在去，后来拄着患难。啊，约书迄个阿伯拉罕呢，伊虽然生娘，但是伊得着安怎？确实上帝安怎讲？你行，你看。你行会到，你看到拢你的啦，兄弟姊妹，你要敬啥物？伫咱的生活当中，有当时啊，咱就甲人安尼争来争去，抢来抢去，啊，佮用安尼咱的诡计多端去安尼啊，要创造咱所要得到的哦财富还是从啥物哦？但是呢，约书亚伫遮讲，恁着敬，不管你安怎敬，约书亚伊家己安尼表明哦。家己表明伊的心志安怎？伊讲阮，即个阮是啥人？就是讲约书亚讲我甲我的家啊，阮兜的人，阮即家人，决断要服侍上主。讲迄叫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啊，恁兜有即块牌啊无？无一定讲有迄块牌啊，你心内有即块牌啊无？吼，今日约书亚甲百姓讲，恁爱笃行五常，啊，伊甲百姓讲，恁家己选择，恁到底爱啥物？恁到底是爱上帝呢，还是爱别项？还是爱别项超过爱上帝呢？恁家己好啊做选择，所以呢，真正好啊先思考清楚，吼。但是无论恁安怎，我呢，甲阮兜的人，阮决断要服侍上帝，吼。啊，到了尾啊呢，吼，第三。咧，这16节甲这个18节上落尾呢，吼，这段经文，这个约书亚讲完啦，啊，以色列百姓安怎来回应？哦，以色列百姓回答讲啊，阮一定无要去杀上主，阮就是讲，哦，阮大家每个人，哦，阮每个家庭、每个家族、阮每个支派，阮一定无要去杀上主，啊，去服侍别个生命，哦，因安尼马上哦，敢若真安怎，真有决心呢。敢若拄啊头前看到第一页有看到1000人无？1个人无？无看到。挑工无真明显啦，因为西西约翰讲吼，伊必兴旺，我必衰微吼。啊，有看到一个人啊无？迄个人啥人你敢知？迄个人就是我一支手安尼举起来。有一年伫即个暑假咧大堂有一个举办这个 VBS 啊，哦，还有一个翕相的，就是公务司因查某囝，迄年伊做一个服侍，啊，伊四界甲翕一张相，啊，拄啊迄天我轮值星，啊，我就咧唱歌安尼手举个甲翕起来，哦，我即张袂歹，甲伊做纪念。我决断，啊，牧师有当时啊吼，即张吼，啊，咱人也乱了的时，即张毋敢摕出来，啊，今日敢若。较有看无看啦？讲几波无看，大家拢无看，无要紧，无看，看到耶稣了。约书亚就是耶稣哦，旧约圣经的约书亚就是耶稣，啊，何西阿嘛是耶稣哦。所以呢，互咱这是重点啦吼。我拄要讲吼，哦，这个百姓啦，因安尼安怎？哦，因安尼哦，大家真正有信心、有决心呢，因真愿意呢。哦，阮一定无要放杀上主，要去服侍别个生命，我袂安尼做啊！啊，因就讲愿意嘛啦，哦，因讲阮一定，哦，因会记咧上主的恩惠。拄仔讲，约书亚已经讲一遍啦，因家己嘛有经历，虽然因算第二代的人，但是嘛听到许多人咧讲啊，哦，伊讲阮一定。
爱就讲因为啊，因为什么？因敢尔这尔肯定，因这尔愿意。咱看经文17节讲，因为上主，阮的上帝有带阮甲阮的列祖对埃及做奴才的家出来。这是因老爸老母，也是阿公阿嬷，所经的。因迄阵啊，可能还未出世，毋知影，但就听士大人咧讲，讲阮定伫阮的目睭前行遐尔大的神迹，什么神迹？哇！红海呢，不是红海，因为旷野每一工出门就物件通去食呢，对无？上帝毋敢若食这个叫做啥物？玛瑙，毋是咱过年咧食迄种玛瑙，佫食啥？佫主动安全安尼来飞来，这互因去掠呢。我早咧新行医的阵啊，远道进前啊，门骹口啊，竟然有一只鹌鹑啊！阮的囡仔种啊细汉，我掠去阮兜饲我饲好啦，饲了安怎？你敢知？阮兜的灶骹有一阿嬷一只蛇走入来要食迄只，迄鹌鹑，阮囡仔讲甲拔骹拔条的做啊，牵的袂偷走，结果蛇走入来，无偌久，阮家顶工就甲迄只鹌鹑放走，真正鹌鹑咯迄是一个新家迄个生活经历迄听过了。食安怎？伊讲啊，伫阮的目睭前行遐尔大的神迹，伫阮行过路、经过的达国，伊拢有甲阮保护，所以阮兜迄工，阮的囡仔无蛇夹着，我嘛无蛇夹着阮迄工迄个纱门有加一空出来安尼啦。紧甲补起，补嘛无效，因为阮后壁就是咧种迄落番薯叶啊，迄所在规片拢是番薯叶啊。阮迄阵啊，佫有一个妈妈苗妈妈，拢会当去甲学生啊做煮饭的迄个时代啦。惊讲这以色列百姓因回答讲阮有得到上帝的即个恩惠啊，阮有经历过时大人拢甲阮讲话伊讲18节讲，上主阁为着阮赶出带伫即所在阿摩利人甲列国的人，因这所在本来毋是因行去的，但是上帝为因备办，甲遮的人来拄去赶走呢，互以色列人会当来即个徛起所以呢，最后，伊讲所以安怎？伊讲，所以阮嘛要服侍上主。今日14节到18节安尼，有几届讲要服侍上主啊？一届、两届、三届、几届啊？一直安尼讲无论约书亚你甲伊问的，还是伊家己表达的，还是遮以色列人的回应所以伊讲，因为啊，最后这句话咱会读好无？因为安怎？因为伊是阮的上帝。搁读一届来，因为伊是阮的上帝。兄弟姊妹，咱所敬拜的这位是你真正的上帝吗？还是你嘴里讲尔呢？还是你真正出伫你的内心，发出你的内心，真正讲伊是我的上帝，伊是我的救主，伊是我一生的主。兄弟姊妹，咱今日通过这段经文，因为我连搁爱去大堂聚会所以紧讲煞紧讲煞，所以咱来整理一下今日这段经文，不止甲咱的数学子啊来勉励嘛，甲咱大家等下每一个兄弟姊妹来勉励。我拄仔要讲的，咱的兄弟姊妹，咱心的内底有偶像啊无？这个经文莫搁读啊啦大家私下甲读，等下下暗要困之前搁读一遍就标出来咱大家小会记的所思想者正面拄仔讲的这3段啦。第一段是啥物？咱安怎？除去偶像的假是要爱来这个服侍上主。第二安怎？第二呢？伊就约书亚叫百姓表明选择，伊家己安怎表明？伊家己表明伊的心志伊甲因全家要服侍上主。第三呢？哇！以色列百姓因会记兄弟姊妹，咱莫袂记咱会记上主伊对咱的恩惠。咱即摆为什么做一个基督徒？咱为什么咱是上帝的囝儿？上帝的查某囝？
这恩惠是何等的大，吼！咱要来服侍伊。恁拄好讲，甲牧师回应讲袂嘛，对无吼？希望咱嘴讲，哦，手爱做，脚爱行，吼！咱三个阿头来祈祷。主啊，感谢你，阮今日通过约书亚，以这个晚年的时，向着以色列百姓所教示的、所表明的，互阮列位第一等的兄弟姊妹，今日嘛来思想你的话，来回应你的话，互阮会当亲像约书亚共款，以及众百姓共款，阮会当伫阮的心中，阮安尼决心、决志、决断，要来服侍主，一世人到老也袂反悔。互阮会当列位兄弟姊妹，一世人拢会当来爱主，来跟对主，也来服侍主，真做阮的福气，也真做会当来见证荣光主你圣名的手中的工课。阮来向主来恳求感恩祈祷，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